人所開。我這裡還有一些元錢可以兌換給貴人，免得來去麻煩。多謝先生。今日若非先生相助，这药就抓不成了。大恩不言谢，若日后有机会，定当報答。举手之勞，人皆可為，豈敢當一聲恩與謝？在下今日也不過是湊巧到此，能為貴人效勞，是在下的榮幸。先生姓雍，這一路往南下去是上庸，莫非您是庸國後人？庸國處於秦楚夾縫之間，早已亡國，國土被秦楚瓜分。如今的雍氏不過是秦國的附庸之臣而已。原來先生也是位公子，失禮了。你還是稱我為先生吧。大征之时，故國早亡，不如忘卻了。貴人當知，如今的秦國信奉的是商君之法，周天子之舊俗，分封領主之權早已名存實亡。難得商君人亡政不息，秦人守法之嚴，令人嘆服。人心皆愛自由，誰願意被拘束着？秦人守法，也不過是因為商君之法苛刻嚴酷，所以雖然商君身死，秦人仍感覺壓抑，致使不安分者、從軍者甚多。這是為何？當軍事，軍令之下，比勇氣，比膽量，比殺人。秦人軍功之上高於列國數倍，所以秦人與列國征戰，排除將帥的能力之外，秦人往往可以戰勝數倍於己的他國軍隊。秦人可畏啊！听说妹妹出門去了，還以為你我就此難見了。姐姐何出此言？因為你我身在他鄉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若是走丟了，該如何是好？姐姐多慮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說丟就能丟。只是太辛苦你了。只要姐姐的身子能好起來，我做什麼都不辛苦。你越是公主的陪嫁應試，替公主奔波勞累是分內之事。再說，她身體強壯，做慣了粗事差事。玳瑁姑姑此話不對。月兒久病，身體尚未痊癒，就與你我一同素風參與，艱辛無比，何來的強壯二字？再說月兒本是楚國公主，為何她就該做粗使差事？從今以後，我和月兒只有姐妹，沒有尊卑。玳瑁姑姑要再出此言，不要怪我遷怒於你。是。你總算回來了。剛才來了一個總角小兒，拿了竹簡給你，要你仔細看了。近日有事3刻去見他。見誰？他說你該知道的。那小兒呢？傳完了話就走了。我追着問他到哪兒見，他一邊跑又一邊搖頭的。皎皎黃鳥止於畦，誰從穆公子車燕西？我猜想該是黃公子派來的人，但沒頭沒腦的幾句話，什麼也沒說呀。這個人到哪兒去見他呀？他說了。是嗎？
姑姑放心，我去见他就是了。月儿，刚才我还在担心，我怕我让别人传话说的含糊，万一你要是没听懂，可麻煩了。哪里含糊了？你明明交代的清清楚楚。皎皎黄鸟止于极，极枣树，有时3刻，在大枣树下见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这棵枣树呢？你既然约在傍晚时分，定不会让我孤身往远处去。我向驿馆的杂役打听了这附近最大的枣树，自然就找到这儿了。傻笑什么呀？天结地裂，我黄仙能遇到如此聪慧的女子，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你死里逃生，还这般有嘴。你的手好冷啊。我不冷。不冷也披上。迎亲的人马刚刚到武关，他们定要休整几日。既然奎国和小冉也出来了，正好咱们一起走。我住的客栈就在那条街。我已经和客栈老板订好了马车，3日后同一时间，我在我住的客栈等你们。姑姑，姑姑这几日辛苦了，你回去歇一会儿。锅里的东西我替你看着。这个不行。为何不行？这是为舒公主熬的肉糜，一夜不可熄火的。我心里有数，我在这值夜盯着柴火，你呢，回去睡2、3个时辰再过来，绝不会误事。这。